咱科几科第3章变好了哈，咱科剩2礼拜，咱这礼拜阮今日来上了，就是剩3、4、4这边，然后先咱赶快，下礼拜就是重复时间平时考，你若有闲的，恁这礼拜等伊就甲迄个习作写，咱下礼拜就对答案。再来看34。来，34，台湾的灾变天气，可以开明点啊，最近在台湾的灾变天气，迄甲咱之前讲的拢有关系，所以咱即摆看第一个含义。咱要用大陆冷气团是已经讲过了。这个含有的原因就是，咱的大陆冷气团南下，你若倒来要足紧，你若倒来足紧，咱的温度会干拢下降，突然变冷气。好袂啦，上可爱。就是这个寒流，所以寒流的主要原因就是蒙古、龙骨甲大陆的冷气团。移过来，所以有当时伊若有拄着暖气团，会产生冷风，若无拄着暖气团，一个单独的冷气团，差就是差伫敢有落雨，因为拢会寒啦拢会寒。当然，你若有落雨，咱讲的体感温度，会造成讲你感觉真正较寒。应该讲，你若有落雨的状况嘛，有下雨的状况，你的体感温度至少下降10度。依照你台北的冬天，我就有这种感觉。台北的冬天经常下雨，有落雨你才感觉足寒。搁有一道阮读研究所20当时，会较紧的，就行后壁遮，上遮久我还袂准备好。20年前我有一个机会，迄阵我读清华的硕士班，我们有一个机会去跟中国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最近很出名嘛，对不对？回阳中国的清华大学交流，依在当今那个两岸交流很少。但是我们修那堂课的那个教授，他是当时国大代表，今晚已经无国大代表这种头衔已经废除。想要国大代表，你公民应该有相过吧？伊在国大代表是从啥？选总统依照和总统职权是国大代表唯一的职权就是选总统，他的工作就是选总统。总统几年选一次？4年选一次嘛，所以他4年只有做一个工作，就是选总统。所以要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就开会，然后举手，然后通过，然后就没事了，下班了，然后再休息4年。这行会有好做。有。各位听薪水呢，佫真悬呢。所以在国代有的人是迄种安怎？终身制哦。国代
有的国代可以改选哦，终身制哦。哦，所以做较老吼，要选总啊，要选总好啊，从啊，病床轮椅啊，吊电梯啊，装椅举手，我现在的教授就袂无安尼啦吼，伊会做外调的，他跟北京那边的高层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打入。我们是寒假的时候去中国的北京哦，中国的北京在冬天的时候，伊的温度是零下的哦。你台湾敢有拄过温度零下？你爱足悬的山顶对无？后壁的，是啥物代志还袂讨论煞啦？无伊较近，迄人上过尾啊。你若去山顶一定就细。如果北京的平地哦，它的机场降落当天的温度就是零下了哦，它就是零下了。所以我们如临大敌哦，想说，零下的温度，就难办度过。结果我们正中午的时候到达北京的机场，一下飞机，太阳挂在天空。我们一下，可是温度是零下哦。我们下飞机感觉说，骗啦！这个温度有零下，我台北10几度的温度，我就感觉比境较冷呢。你跟我说这温度有零下，我们不信。结果我们什么时候来确定有零下？阮到迄故宫边仔有一个北海，迄一个湖啊，整个水面结冰。说真的，那个整个湖面结冰哦，你很看你看袂出来哦，因为那个水面是平的。你是看到有人站在水上，你要知影湖面是结冰的哦。你才确定温度真的有0度，否则要怎么结冰？爱做气球哦，你若在甲打吼，湖面的冰块会比你白冰哦。所以你行几步，你就紧旋转来，行无完尾行到中途，一个空碰，你就落去啊。我不知道它有多厚，它是干的，因为伊无水汽，所以零下嘛袂落雪。所以干冷的情况之下你袂感觉它遐寒。不过我跟你讲，到那个晚上要洗澡的时候，你可发现了那个长裤我们他讲零下拜托你要口都高级哇，你内底卫生裤是长裤的你还特别买那个保暖的整个长裤可是你到那个地方干冷的地方你的皮肤没有涂油有够恐怖的，你的整个大人的皮肤像那干掉的田一样，整个皲裂开来真正看起来会惊那个你看过那个那个田地没水的样子有没有？那个裂开，你的皮肤就像那样子还蛮均匀的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很漂亮。那你说漂亮如果他是别人的，你就看起来漂亮；如果是自己的，你这样开玩笑说那个科学家把痛分析，你有听过无？没有。最轻微的痛，被蚊子叮到，叫1级痛；最严重的是3级痛，生产时候的阵痛。因为安尼讲，我哋还去做北霸的，老师有没有14级痛？我说什么14级？他说生产的时候被蚊子叮到，还有这样13+1还有一种痛，0级的，
你完全不在乎的，叫做什么痛？你知道吗？心痛。别人的痛。啊！所以你要注瞎打针，你千万不要问护士说护士会不会痛，护士一定跟你说不会痛。废话，我当然不会痛，因为那是别人的痛。好，这句话很有道理哦，很残酷，但是是一个事实哦。所以你不要自己呼天抢地的，别人很难感同身受。顶多他假装感同身受。所以眼泪要往自己的肚子吞，要自己坚强起来。要自己坚强起来。所以一阵对，没带去啦。我印象中，我那时候那时候到中国北京去我还开了一个眼界，你知道吗？第一个去他们那边上厕所，去百货公司上厕所要收钱。好，要收钱就算了，任何地方都要收，不是只有百货公司有收，是任何地方连百货公司都要收。百货公司收就算了我当然不能进女厕啦，我进到男厕，我又发现第二个奇观，我本来去卖五门，我要做不合体他们上厕所不关门，有门有门都好的，不关，大号你不关门他们都会带罩破纸的。门开的安尼鼓落，裤长的鼓落来报纸踢开，所以你去便所你看我感觉因安尼够巧的，因为你一看对一个有人，对一个无人，拢免弄门，够巧无无咱门关来，你爱扣，你该看讲那个红色还蓝色，没。一排看过去，哪一间空的，一目了然，安尼跳了。我看到男生是这样子我大概不知道，我也不敢去问我们那边的女朋友说，你们女生那边也是这样吗？我看到男生是这样子，我们今麦习惯不改过来，是讲今麦习惯无同都不在厕所里面。现在都不戴帽子。现在都在户外，空气比较好。迄阵你看，你看大开眼界可是我们不是去那边玩我们有学术讨论2天我嘛有爱讲过，我迄阵是电子学，我迄阵学术研究的时阵我一直听你讲解元素。龟，我做期表都无背过龟，而且他们还一直讲二氧化硅。后来我看字我还是不认识，我以为是发音。你有背过这些元素无对无？然后化元素5号，我知影。这是什么元素？硒它们叫硅，就是我们的硒，因是从意识，因为你2轨硒这种元素土里面是含量占第2名的，第1名是氧嘛，第2名是硒嘛，第3名还是啥？铝，所以第1名金属，所以伊土里面最多嘛，所以有土。咱和硒要讲嘛是从因 ，S I 大概就是硒嘛，所以咱和名是硒。所以你有看过路里有当时迄个招牌，给卖这种无？
这也从哪？我常来看到路里个用这种招牌，其实这是相共的。按我以为咱无这个元素，迄中国名，中国名，所以这两岸名词的不同。咱这有讨论讲用中国名词的问题，就想讲什么视频啊，视频，咱家叫影片嘛，人家叫视频，像讲立马是啥物？立马是啥？然后说某，哦，我立马出去，立刻啦。你若才来看抖音那个，就拢看到这拢讲的拢是视频啦、立马啦。像讲，你像学霸这种名词，也是中国名词。我们以前小时候没听过什么叫学霸。那个班上念书很厉害的，我们只会叫他怪物而已。我都觉得，我都觉得那是怪物啊。因为我迄种人啊，我读到要死，结果伊拢无去读，结果考比我较好。土豆一下。土豆一下。土豆是什么东西？这个米奇妙。土豆我可以那个有没有被同化啦？土豆是花生还是马铃薯？你是马铃薯，我们伟大的祖国是马铃薯。土豆是花生还是马铃薯？花生。土豆是花生，肯定是花生。台湾讲花生，因为土豆是咱台语，不过中国人讲土豆，它指的是马铃薯。土豆。像这个会混淆。你说立马立刻这个因为咱无立马这种名词，土豆咱本来有啊，不过我们不是指马铃薯啊。唯一解决方式，讲台语就袂对啊。你讲土豆，绝对不会有人以为是马铃薯。是不是安尼？所以你要跟它分别，你可是了。好啦，来，所以这位意思是讲，不管冷风，或是冷气团，都是造成寒流。寒流会讲，伤寒人会挑你，养殖鱼类嘛会挑你，啦，有问题吗？荷兰的野梅雨，春末夏初，我问你有问题无啦？有问题举手啦！有无啦？没有。春末夏初，咱的冷暖气团势力相当。所以迄阵个梅雨季，以前咱国昌咱国昌拄创下的时阵，咱的校庆是5月。其实做特别你有发觉，大部的好校庆拢伫12月、11、2月无。咱国昌创校是安怎伫5月？因为配合母亲节。那时候早期还联考时代联考是在7月，所以考试跟校庆离还有一段距离。按我老尾你们现在教育会考的前一代叫啥？基本学历测验基测一阵已经变到6月了，实施基测，它越来越提前。所以到一阵基测的时阵，就发觉讲校庆要随意了，所以后来到基测时代，咱就来迄个校庆该来3月啊，下学期一开始就办一办。你若校庆是5月佫会发生一个问题，
5月是梅雨季，所以校庆很容易遇上梅雨季。hello。好，梅雨，足长的时间一直落雨，所以雨落伤多，金水，水崩山会啥了咧？土石流，所以这拢是特性灾害。好，咱的上重要的台湾的灾害，因为天气造成的灾害啦，当然地动是啦，地动天气敢会引起地动？上次有一个艺人，不是发表一个说雨下太多会导致地震。真假？不知道对不对啦，但是不是主要原因啦。地震主要原因是地壳变动。至于说雨太多，有没有可能造成地层加剧那地壳变动？这个还要研究。风台，热啦，加秋天、夏天、秋天这2季受到太平洋暖气团，我们会产生热带低气压。以海面上一直吸收那个水的蒸发热，因为热带低气压会会产生低气压，然后会把地面空气往上升，它会凝结会放热，所以风台的动能，它其实就是热能来的。水蒸气凝结放出凝结热，造成台风旋转的动能。简单来讲风台给海水甲起大的海水会养大台风，所以想看台风一来陆地了后，总要足紧就飘移，因为无当食，没有能量来源，也没有食物吃了，所以海洋广阔的海洋是形成台风的主要成因。所以你看咱地球顶管不是有3大洋吗？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各自都有它的气旋。咱太平洋形成的是风台，叫台风；大西洋的叫啥？大西洋叫什么？飓风嘛。印度洋的叫气旋嘛。台风跟飓风哪个比较厉害？都一样，只是换个名称而已。我应该这样问啊，也有很弱的台风，也有很强的台风，也有很弱的飓风，也有很强的飓风。咱袂当安尼比不过我安尼问啦，平均而言，台风跟飓风的威力哪个厉害？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就好。太平洋跟大西洋哪个大？太平洋大。这个台风比较大。所以平均而言，台风会比飓风厉害。但你不能拿弱的台风跟强的飓风去比啊。他们强弱都差很多啦。咱太平洋，你抱怨说好自豪无啦，这灾害越自豪，越厉害，造成你的天灾是越严重的啦。这无啥物好自豪的啦。所以充沛的水汽跟旺盛的上升气流就是台风发展条件。所以风台一定发生在热带，因为它才会有旺盛的上升气流，然后充沛的水汽。也就在海洋上空，在海洋上空。后来风台结热，形成热带低气压，能量越来越大，就变成什么？台风。台风有叫做台风眼，是台湾的中心，通常是无风无雨。可是台风眼的周围是风速上大的，越外围就越减弱。台湾这个风台
咱有护国神山嘛，哈，台积电，好，好像没了。不会没啊，有什么好没的？哎，那个，咱这护国神山哈，中央山脉，咱讲这护国神山，因为咱阻挡这风上过来风台，给扫着东部遮吼，咱西部遮吼，拢是人较侪所在，啊。弄了这护国神山了，台风就会支离破碎，威力减弱。啊，若不是大家附近拢安尼哈。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民国66年，有一个高雄人，老高雄人的惨痛记忆，叫做赛洛马台风。这赛洛马台风路径是这样哦，因为南方的巴士海峡呢，到这的时阵。气象局拢下班啊，晚上8点了，偷袭你知道吗？转一个90度的弯，往高雄来，还趁着气象人员都下班了，所有那时候路径都是认为说，那个鬼啊，为海南下，结果从那里撞入来哦。在深夜肆虐高雄，迄阵高雄100几间厝，还有3倒去，迄阵厝无该用，做水给厝啊。阮依照阮小学同学有住伫咧给厝啊，就是临时那个简单搭建出来，不是钢筋水泥。你莫讲给厝啊，迄相片翕出来吼，你要拿迄码头迄种吊车、吊货柜的吊车。它的吊车就是一个像桥一样的样子，有没有？它就是货柜轮过来，然后把它用磁铁把那个货柜吸起来。码头2个吊车被赛洛马台风扫一边啊，那废铁哦。我会记得迄阵吼，迄阵阮爸咧行船，他在桃园养货轮，所以他经常至少半年以上都不在家。然后那时候我妈带着我跟我妹吼，我们1楼是租给人家的店面当老板，那个人家老板，啊2楼吼，阮咧管，啊，迄暗吼，阮1楼，阮迄个头家的看板吼，招牌吼，迄有台风撒落来哦，撒落来伊个无规个吹走哦，伊皮无掉骨伫遐支藕断丝连。结果哦，整个招牌你知道吗？就好像巨兽一样，就是打进我们正面的窗户，这样砰，整个窗户打破哦，风雨灌进来哦。结果那个招牌哦，更不照哦，嘿，随着风吹这样，biang biang，一次的好像撞一家来。我那时候印象太深，我好像修美拢是小学生哦，玩不完哦，那时候。挥舞折响，真的，我妈那时候拿着那个拖把哦，拿着那个整个拖把哦，去抵住那个招牌哦，她撞进来就去抵住它哦，好像那个唐吉诃德在战那个风车巨兽一样。我台湾小妹人行到要死，后来阮下骹的头家，拢无电啊，阮头家杀对讲机，因为那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什么？很容易发生抢盗案。你旁捞无而已啊，安全治安又很差，所以那老板还拿着对讲机给我们，就是说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可以呼叫他。所以那个印象太深刻了。我就是红太俩建议因为你也无电啊，我若有网络也无效啊，我还没网络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不要上学结果我以前拢做乖哦，拢去上学哦。结果阮找到牌可以上学我觉着台风还没走结果我们走1步退2步，努力跑了几步又回家了，因为我们无法前进。其实停课了啦，学校停课了。我无收到讯息啊，
他一直弄做乖哦，没有讯息，我们就是书包背着，然后雨衣穿着，然后呢很努力的，哦，你们念过那个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的故事有没有？有吗？你们现在会念那个励志故事吗？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他冒着那个暴风雪，跟他哥哥说，有没有？那个，他就说，哥哥，风雪这么大，我们不要去上课，好不好？好，他哥哥就很就跟他讲说，我们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小小风雪，就阻碍我们求学的信心呢？纳尔逊听了大为感动，就冒着风雪到学校去帮他哥哥请假。没有啦，后面都是我家的啦。两兄弟就冒着大风雪去学校。哦，我觉得这个塞莫纳台风真的是民国66年，一种卖法学来。所以咱都惊去笑的，我们很怕这一种。还有一种，迄个咱讲的西北海啊，跟魏家鬼台风逆时针，台北加淡水河口是安尼像漏洞安尼，伊会安怎？海水倒灌进来。哦，咱做者风台，若拄着这吼，拢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灾害，而且台北又是一个盆地。好，上尾干旱的降雨不平均呐，风台跟梅雨季带的雨量少，哦，所以南部尤其南部又没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雨量，所以很容易造成干旱，就无水啊，无水啊，哦，所以爱补水库啦。哦，但台湾很小，但是高山很高，造成那的河流都是很短很急，一下都流入海。哦，所以咱拢爱补水库，水库会产生着生态影响嘛，哦，这嘛是一个问题。啊，只是说我们全球暖化造成的气候越来越影响，就是讲降雨越来越不平均。好，来，落尾较看个100页，这两个处理老师讲的课哦，共伴效应跟藤原效应。好，所以咱来讲一下，另外看一下。共伴就是讲风台加上季风，一般来讲是东北季风。啊，三型界共伴效应，啊，就是讲雨会愈大啦吼。风台本来雨就做大，你搁加上东北季风，啊，毋过嘛有经营迄个小林村的灾情是风台加上西南季风，就是以夏天啊西南季风的影响。啊，所以共伴就是台风加季风，这个共伴。好，这就比这藤原效应是两个风台相牵，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创造连体婴，好不啦？两个风台的连体婴啊，哈，两个水灵东伫原地这样绕圈圈，两个原地绕圈圈会造成什么结果？行做慢啊！你两个伫原地咧跳舞，踅来踅去，风台伫海面上行的路愈长，绕圈圈也一样哦，它会一直吸收能量哦，会愈发愈大哦，因为伊比陆地海减弱的哦，所以一个藤原效应，则停电风台得路径很难预测。哦，不知道你们要跳到什么时候把对方甩出去，哦，还是一起牵着手一起走，哦，这个路径很难预测，然后走得慢，两个在那边玩嘛，所以要加做步
啊，加固风态会变大，啊，造成这个藤原效应。藤原效应是研究这个效应是一个日本的藤原教授啦，日本气象学家，藤原先生，所以咱甲好名叫藤原效应。以后你对某个东西特别有研究，搞不好那个东西从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学来的安尼列名就变做这个定律的名，安尼好无？安尼好无？以后都被学生骂，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变成伟人，印在课本上，会被学生再给你加墨镜画胡须，惨遭那个毁容。好，咱转播第3章，讲到这，课到这，好。